喂，爸爸，哎，我现在在一个公园在逛呢，因为那个疫情回不了家。这个公园有点像我们的花溪湿地公园，所以想家了嘛，就跑这儿来逛一逛，所以就给您顺便打个电话。我常常会来啊，它像我们家乡的那个花溪湿地公园。它这两边的那个风景啊，还有它的那个这条水，就像小溪一样啊。然后它这两旁边的这个格局，真的很像家乡。所以，我只要有时间呢，都会过来逛一逛，看一看，想念一下家啊。小孩7岁，刚好我退休，我就带着他到台湾来上课，然后我们就抱着很向往的这种心情来到台湾。因为它是在我们心目当中就是宝岛了。我是高平，我来自贵州，我在中国是杂技演员，现在来台湾11年，在台湾推广独轮车运动。在大陆啊，跟台湾这边的讲法不一样。台湾叫特技团啊，叫民俗技艺，然后我们在那边呢就叫杂技团。那我从小跟弟弟2个人呢，跟爸爸一起学，爸爸是这个杂技团的团长，跟单车有关系的我们都有练过。我们在那边叫车技，在剧团以表演为主。那我跟弟弟2个表演的是爸爸创的一个节目，叫桌上单车，在桌子上骑独轮车。我们2个不管是走到哪里，都很风光快乐。是什么？因为我们毕竟就是说当演员哈，表演的这一块，你走到哪里，把你自己最美好、最漂亮的一面展现给观众，知道吧？那人家就以那种羡慕啊，还有赞扬的那种口吻啊来说你。比如说到美国。我其他的都听不懂，我就听懂 beautiful， 听得懂 wonderful 就是你第1名真的很好，所以很风光。走到哪里不是鲜花就是掌声。我来到台湾以后啊，就是很兴奋。为什么？就是我没有那种都退了休的那种失落感，没有。就是来到这里啊，我的这个专业哈，来到这里还可以延续下去啊，是我最开心的地方。比赛的小朋友啊，很多都叠在这个 S 这里，所以你们要加强练习这个 S。现在我们是抬着，不要离太近哦。开始，哇，出来再说。对，不要离太近了，离太近了容易那个撞到一起。我跟你们说，速度不要太快，这个地很滑，小心一点。继续，那个圈尽量要小一点。你圈一大，那个秒数就超出去了。你看多绕几次不就好了？我是怎样走进这个教独轮车这一条路的？只是说听我先生说，独轮车在台湾我看到有小朋友在骑耶。然后呢，他说，你来到这边一定可以有你的那种发展空间啊。我先生就说他很重视我这个，他很崇拜我啊，说人家很崇拜我，还说，你打一个独轮车，你看看会怎样，就把黄董给打出来了。打出来以后，他就让我去参加一个比赛。为什么要比赛呢？就是把我推给这个独轮车界，让大家都认识我。刚好那时候我爸爸把我的资料拿过来了，爸，快一点，赶紧过来，那个我要参加比赛了，这里有独轮车很重视啊。后来一看，这独轮车真的这么多人在学，我就开始兴奋起来了。对，绕不过7个就绕2个或者绕3个就可以了。一个人绕5套，我们就休息啊。到了乌日国小呢，我们就跟我爸爸2个人就推广给他们看，先骑给他们看。哇，小朋友欢呼雀跃，呀，这么好玩的东西我们要学。每天早上最漂亮的一道风景线，就是我们独轮车队围着操场绕。头抬起来，眼睛看地面就好。
你们飞过来以后可以绕8字的，对，绕8，跟着他绕8。对他怎么走，你们跟着怎么走，就人就够了。你看多漂亮！带头那是谁？这是我女儿，她是我助教。对，她有时间，因为我在下面讲课，或者是带其他小朋友的时候，我会骑的小朋友，我就请她帮我带。对啊，她从1年级不到就开始学了，跟我。一开始不爱骑，后来看着其他的小朋友都在学，她就跟着一起骑了。其实我一开始没有很喜欢独轮车，甚至有点排斥，叛逆期嘛，是因为我妈有教，然后我才会去骑。有一阵子我独轮车算是从国中就开始停滞，一直到高中，到近期我才比较算是重新捡起了独轮车，主要是因为想说继承家业嘛。因为我高中读了1个学期之后，就开始变成实验教育学生，就是在家自学的那种学生。时间也比较多了，所以我也会偶尔跟着我妈一起过来上课，然后顺便学习一下怎么教小朋友。独轮车为什么那么多小孩在学呀？因为它对小朋友有益健康，对他的那个大脑刺激他的大脑生长，然后骑了以后呢，让他第一有自信心，第二有专注力。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妈妈告诉我说，他学了独轮车以后，当天晚上写作业，马上8点钟就写完了。然后他妈妈就鼓励他，每天的让他这样骑。你看现在就这个小朋友，他已经骑得很好了，就这个。练习也就是为了表演，表演也是增强小朋友的信心啊，那就促使他更加的热爱这项运动。我现在放音乐，我们先表演那个6个人的。外面的手打开。教练很注重美，因为我当演员出身呐，你每一个漂亮的动作展示给观众，观众看得很清楚，所以我要求他们就是说，每一个动作你都要给我很完美的表现出来。往中间一点，好。好，掌声响起！谢谢小朋友们，谢谢几位学姐，漂亮的学姐，今天超美超棒的啊！来台湾，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开车，我是属于很自在的人。先生会开呢，我就一直都没学了。后来他说你还是要把那个驾照考了。我以前一拿到这方向盘就开始害怕，就怕开车了。学会了以后，就是不管多远的那个有独轮车上课的，我都会接啦。因为会开车了，所以就再远都会接。因为第一是推广独轮车运动，第二，也是为了多赚些钱啊。我现在要去找黄董，黄董是我好朋友，我刚来台湾就认识他了。他送了一台独轮车给我，然后把我带进了独轮车界，然后我就开始了这个教这个独轮车了。因为我去跟他商量一下，就说我准备在我的那个家那里啊，因为我家那个是一个店面。所以我找黄董来商量一下，看他帮我怎么想一个很好的方式啊，怎么来推广这个独轮车啦。
空来。对啊，我来这里找你一下，我就是说，我想把我自己家那里啊弄成那个一个像店一样的，我来进一些车摆在我那个店里面。哇，好棒哎！来，里面坐，里面坐，来，从里面坐，来，里面坐，来，请。哦，你正在弄这个，太难得，真的哈。像这种就是20寸的，那你说我要拿哪几种的这个独轮车挂到我的店里比较好 ？OK， 好。我跟你推荐这一种的，好，这一种是算是目前是最新款的，而且我们经过了改良好多次了，会比较好卖，而且小孩子也会比较适用。哦，我会建议你用这一种的。还有就是16寸的车子，1、2年级或者是幼儿园的，那还有更小的，是小班在用。哦，很漂亮这一台，这台也可以，因为我的最小的小朋友是4岁的，所以像这种就应该。它骑就刚刚好。破纪录的时候，你把它拍下来，贴在你的那个店上面，哇，这很好看，而且小孩子这么小就能骑。对，颜色又漂亮。大概这3种就好，你刚开始哈也不要摆太多。我们做外销的，一般不会卖内销，因为内销市场很小，而且只有买1台2台，我们大概都不会去卖。所以那时候我讲说，那个校长就跟我们讲说，你们都把好东西啊卖到国外，结果他们自己买的东西都是比较差一点，品质比较差一点的东西。那他说，我们也希望说把好东西留在台湾。那有更多人愿意学这个东西，我们当然是乐见其成。尤其是新住民，因为，其实我们教过很多新住民的孩子，他们的学习力都很强，而且学这个东西很快。我们也是苦无说，有人有新住民愿意来推这个东西刚好高教练他有这个意愿，我觉得那个是很好的事情，而且去帮助更多的人。他就是我来到台湾第一个进入独轮车界的。所谓的贵人吧，黄董不敢当。我们直觉上会觉得，哇，大陆的来应该是高手，对，所以他来找我们的时候，我就很高兴，可以可以试看看。后来我们在台中上史表演，我第一次看到那个独轮车，你还记得吗？对，独轮车加那个就是什么彩带，哇，那好厉害，真的，我觉得那个照片我一直留下来，因为它很漂亮。现在好像都没有在推广这个，因为这个独轮车已经变成一种运动了，所以跟表演已经就是说，不是像在大陆那种表演形式了。那在这边的表演形式又是另外一种，所以我们在不断的更新，就是现在就是跟着这个形式来走了，就是他现在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了，不再是局限于以前的那种杂技表演了。2006年，有一个卢淑伟老师，他带着大家一群失亲失养的那个孩子去环岛。那时候开始独轮车慢慢开始流行，后来这个桃园在加入之后，有一个乐善国小一个林代成老师，你有看过吗？对，代成老师，我们就去把那个整个台湾的那个思维逻辑统统把它改变掉，不会像以前就是会走那个杂手啊，或者是那个民俗局这样子，我们就怎么把它跳脱，变成加入舞蹈，它变成一个运动，真的很棒啊，那个真的很棒，很难得。认识很多年了嘛，就真的就跟朋友一样的有什么事情我都会请教黄董。人离相见，物离相贵我觉得可以帮助人家就尽量去帮人家，广结善缘是一件好事。那个黄董，我再看一下那个大一点的，看看。好。这个是轮子会从这边出来，这样就一个轮子，圈就形成了。对，就一个轮子了。哇，超现代的。上次本来要让你爸爸要看一下。我爸就喜欢看这些。对，这样子对不对？你看吧。哇，这么厉害就好了。这样摸，你看这样子焊接。对啊，就焊接好了。对，焊接好。超厉害。我爸爸之前都是拿那个大的那种架子把它锯了以后呢，把它围成小单车来给我们骑。我之前4岁就会骑，4岁的小孩多高才这么一点点那种大的那种自行车怎么办爸爸就把它锯了，拿手来把它围好了给我们做给我们，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些东西。只要一提到独轮车，我爸那个兴奋度就开始飙升，你知道吗？所以看到黄董一做这些东西，我就会想到他。台湾的技术真的很好，台湾这个技术真的很好，怪不得都出口的我找对人了。我刚刚一骑上去就。OK， 来。好。姓高的都要骑比较高一点。对啊。OK。可以。
可以，哇，真的很好骑这台车，跳一下。以前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老人家看到你在骑独轮车，第一个就会讲说，你是在朗劳。朗劳就是以前在婚丧喜庆，不是有那个骑独轮车做表演，那个叫朗劳。那老人家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他会觉得说，啊，你这个东西就是朗劳，所以老人家不会让小孩子学这个东西。高平来的时候，他就跟他爸爸来，然后他们就表演那一段我刚讲的那个加彩带的那个表演，这个是台湾没有看到的东西。那我们台湾的不大可能会练到这样子，因为大陆的教法，他可能可以用一天可能用3个小时、4个小时、5个小时，甚至高平在以前在练车的时候，除了睡觉，他没有骑车以外，其他时间都要坐在车子上面。他们就是师徒相授。你要练那个绕圆圈、绕圈，要练自转，要怎么练？没得讲，就是苦练，因为他们以前就是苦练过来的。而我们台湾是站在教育的角度去切入。你真的好好的跟他讲，把这很多那个动作，我们把它拆解很细部的动作，让孩子很容易就可以上手。小心，把手抬起来。后来他加进来之后，有一些东西是做一个改变，因为它是一个表演，它是一个表演艺术，它不是只有在朗劳，不是杂耍，它是一个运动，然后变成加上舞蹈加进来，整个像一个舞台剧一样，那个很漂亮。高教练他们也会跟着这个潮流走，他们不会一直执着在以前那个观念，如果执着在那个观念，就会变成是会被社会淘汰。其实独轮车我们在教跟自己在学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说，其实独轮车不是只有在练独轮车，它是一个工具。什么工具？它对一些比较特殊的孩子有很大的帮助，像那个自闭症的、过动的、雅思的或者是妥瑞的孩子，都有很多很好，对他们有很好的帮助。训练他的自信心，训练他的体态，训练他的挫折容忍力，啊，这个都是我们要给孩子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好骑，很好。这一台就是我的了，我就把这台拿走了。台湾做的东西真的是很棒。对。你是拿大牌拿走。我打算这个地方啊，就是把这个牛啊，就给它全部都给它都是弄成白色的，然后就贴我一些就是我的一些教小朋友的照片啊，还有什么奖励的一些奖状啦，就把它贴在这上面，然后再挂个几台车独轮车在这里啊，那这就像一个工作室一样啊，或者是把电脑也是再弄一个小桌子放在这里。就像一个独轮车工作室，小朋友要买车啦，或者是要推广的啊，台湾网络上，然后让大家知道我有这么一个独轮车工作室。我的名字还没想好，我要想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花椒啦，月桂叶啦。我以为你要炒过姜丝姜，不弄那个麻烦。姜要不要？肯定要。要，给我拿姜。在冰箱有，弄好的。我在家都没煮过，都是妈妈在煮。爸爸妈妈也没煮啦。我眼前差不多250个啦，我地界250差不多20年，大陆差不多20年才回来台湾了。为什么不煮？因为我在家是公主，我要煮的是牛肉。牛外头。因为这是我从小就吃的这个牛肉锅。我之前还开个店，因为我觉得太好吃了，所以我要把这个分享给台湾朋友，所以就自己突发奇想，就开了一个牛肉锅的店，就在我们家楼下火锅了。然后台湾人说，你们这个不太适合我们的口味，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妈妈煮的真的很好吃，也许是我煮的不太地道了，因为我妈妈煮的真的很好吃，她用料也很多，她跟台湾的那个做法不一样，他们说好像吃不惯那个味道，可是我觉得很香很好吃，我要分享给大家。做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关门了，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开餐厅，但还是不行了。然后现在呢，就是想吃的时候就自己煮一煮。是不是有点隔行如隔山？对呀，我的专业还是我的独轮车啊，所以说
你看我那张底下有张照片，骑着独轮车，拿着一盘牛肉，那是我的广告招牌。所以现在味道有点偏台湾味了啦，因为我们家小妞是台湾长大的，所以她习惯两边的味道，她都可以啊。台湾的她也喜欢吃，然后大陆的她也喜欢吃。因为我每年都带她回去啊，所以她两边的味道她都可以接受了。所以家乡的东西，只要我女儿喜欢吃，我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去给她煮。啊，现在公主变小棉袄了。家妹家爸迄回族无先煮肉啊，30歲嘅有些啦，插嘢都嘛吹到要些啦。唔講捱做咧，即個是啦，其他都現在有捱無分用啊，捱從咧就捱有些技術模式嚟啊，專門是嚟客家人嘛，即個客家菜啊。牛肉差不多了，这边。你们在吃饭了，上去。啊。吃饭喽！今天吃牛肉。牛肉没有直接加进去泡。你坐着，你妈非坐着，我们坐着。这个你的，好。嗯。哎，好像今天没什么菜。这样就这样。我先尝一下，是不是姥姥的味道啊？啊，味精呢？好吃。今天这个是红烧的啊，下次啊，做成那个卤的。卤的那种，一条一条的拿切来吃。因为工作太忙啊，你看妈妈都没时间给你煮。就是这个味道。浓郁的家乡味啊！哎，你们客家有没有煮牛肉啊？客家人有的抹金牛肉，没有吃牛肉。怎么讲呢？叫我讲一下抹金牛肉。牛肉。哦，牛肉。牛肉。客家人很少吃牛肉，因为牛很辛苦，很多人都不吃。不吃，哎，对。你们多久没有一家3口一起吃饭？哦，很久了。过年到现在。为什么都没有机会可以一家3口一起吃饭？我妈比较忙，然后我自己啊也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所以我爸比较早吃饭。那我要先知道，我4点半左右就洗澡吃饭了，然后6点多7点就上床了。4年前中风了啦，先生生病啊，他跟我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他中风的时候是他快到公司了，然后他觉得自己不舒服，然后就把车停在边上，然后就打电话给公司的同事说他身体不太舒服。后来同事说，看你这样子不行，一定要上医院。后来回到家里，女儿也在家里啊，就拿上他的健保卡就去上医院去了。去到那里，医生就说，幸好你们送得早，送晚了人就不行了。后来他第27天，我隔壁的那个一个大姐啊就说，嘿，你要给他联系下一个医院嘞，你们27天就要出去了，强制性的一定要出去。他说你都没有弄好，我说我不知道啊，我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我看着他那个样子，推着他跟傻子一样的，就推着他出来的，傻傻的样子。你说我怎么办嘛？然后我到底带着他去哪里呀？后来这时候朋友打个电话给我，眼泪就出来了，爆发出来，我怎么办呢？因为我觉得没有娘家人哈，没有谁管我，就一个人，什么事情都有一个人在处理，觉得自己好伤心啊。后来过了也就好了啦。我这个人是一般还是蛮坚强勇敢的啦。然后我再加点汤。这就是家乡的味道。他中风以后，应该影响也没有说有多大了，因为他中风以后就是他每天我出去上我的班，我女儿也有她的事情啊，对不对？上她的课，那他就一个人在家有自己慢慢就学会自己煮自己用，
他也觉得他自己在家里也蛮快乐的。他就是在家里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以前我都要洗衣服啊，现在，我就教他用那个洗衣机怎么洗，他连衣服现在我都不用管了，他也会洗衣服，会给你晾，会给你把它收起来。他只要没有持续的在不好啊，我就觉得很好了。现在。扫地啊，还有那个洗衣服啊、晾衣服啊，都是我一个人弄，我不会。太烫了，不要穿这一件，要紧邦邦的。这个不错。在之前，我们家生活其实是有点偏小康一点，双薪家庭这样，就是不会，就是过的生活还是蛮不错的。他倒下之后，就是各种现实因素啊。我那时候知道有自主学习、实验教育这种管道，我就各种去努力去申请啊，就是我想办法让我现在的生活是接近我理想的状况。一开始好像觉得有点吃惊，他为什么不上？后来我还是蛮支持他的。为什么？既然他自己选择的，因为我是一个开明的妈妈，你不管在哪里，只要你是金子，一定会发光。那我女儿呢，从小就是在这种幸福、安康、快乐的环境里面长大的。因为爱她的人太多。我女儿小时候长得很漂亮，真的很可爱，而且呢，我又不惜金钱啊，给她打扮得像小公主一样。我们女儿一出门，真的回头率100%，长得又漂亮，打扮得又可爱，你知道吗？我们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给我女儿买衣服，买她喜欢的东西。所以我的女儿是我一手照顾大的，因为30几岁才有了这么一个女儿啊，所以很宝贝啊。再大，她也是我的小棉袄，我的宝贝儿。OK， 叫苏维哦。我喜欢的东西，我想学的东西，我妈基本上都会支持我。我对她提出什么要求，例如我想学钢琴，我想学唱歌，她几乎都能满足我。就我看过很多家庭，就是家里会有一些，就是家长可能会逼迫小孩，我想让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才是对你最好的，我这是为了你好之类的话语，我家基本上都不太会出现。俺莫爷的女儿的，俺莫爷，这个都是要求美那个文化局京剧院的2大2舅嘛，给他带化妆啊那些啊，这都小孩的，都以前小时候的，这个都小时候，我都给他留下来当纪念了。你有些袜子公的母的不一样哦，要自己走。你在家里面，你就是家庭主妇，你要做一些，不是，你就翻过来做一些事情，然后呢，你就还可以活动活动，对不对？
你妈飞跟你们2个都把翻过来。啊，没差吧？你这什么没差？差多了。什么？它有些一脱它就反了嘛，对不对？你要翻过来。我在贵州有一个高大哥才好玩的，他今天 T 恤衫是正的，他把它脱了就脱成反的，第2天他就穿反的，第3天呢，他又穿正的。真的。他这件衣服反了。对他这件衣服他要穿1个星期才洗哎，今天正的，明天就反的，所以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对不对？你好的不学。学这个，对啊，为什么他也姓高啊？所以，但是我们高家的人怎么都这样啊，对吧？我对他这一块好像他脑子是比以前差很多，毕竟他那个开颅的时候，开了3.8公分的那个血啊，他那么多血块开出来，他必定脑子会有一些受影响啊。因为有时候你也听着觉得很奇怪啊，他讲话，啊，他就说他的吧，只要他能自己照顾好自己就好，对吧？啊，我们就毫无后顾之忧的就出去做我的事情。好，手感开，好转。哦，腿好酸啊！好，往后倒。你来点转一下。自己的小朋友不好教，就是我爸爸在大陆就开始教他了。我屁股好累哦，他就不好好骑，你知道。后来来到台湾以后呢，我再教其他小朋友，他一看哟，人家都会了，我都不会，觉得很难看啊，他才跟着骑着啦。我现在的动作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就不敢去尝试了，因为江湖越老，胆子越小，你知道吗？有这么一句话。所以呢，有他的陪伴呢，啊，我有一些动作可以多一些啦。其实他现在已经是骑得比我好了，他还有很多动作我都没有练会，为什么？年纪大了，不可能再去练什么新动作了。但是我一看就知道那个怎么教，像这个叫波棱，我就不会，因为我从小练到大。知道他这个动作的要领怎么去教就可以了，我不一定会骑啊。因为我对这个其实兴趣没有很高啊，所以我只想说，把它当做未来的职业啊、工作这种东西。因为如果真的把兴趣当做工作的话，又不太一样。我想把这件事情当成一种职业啊，毕竟我也会这个东西嘛。对，喜欢这项运动的小朋友越来越多，所以以后就是说，即使他没有什么其他的技能，就靠这个技能哈，他也可以就是说，去打拼一下了。对，速度快一点，对。我最近这几天很开心啊，是因为我不是前段时间啊确诊了。7天嘛就要关在家里啊，我女儿呢就帮我带了2节课，带了两节课呢我就很开心，她就说妈妈我现在觉得怎么上课很愉快很开心啊，哦那我当然很开心哦，对不对？她可以继承到我的这个事业了哈，那我就很高兴啊。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好热哦！来，喝点水，喝点水。哦，今天很出力哦啊！这么热啊！台湾的天气太热情了。哎呦，好，这样。我们2个前后1天的啊，哎呀，很爽，在家耍废啊，追剧啊，睡觉。前面的在一起不要超越，后面的不要超越啊。独轮车它在我们这一代啊，就是一般都是表演的，可是在我来之前，我爸爸就很想推个这项运动嘛，他有找过那个，他叫我们那边叫群众体育协会，叫群体会，有去找过他们，可是没有成立起来啊。
然后等我来到这里啊，我才知道这边的重视程度比大陆的重视程度更强烈。我觉得是因为从那个日本过来的。其实台湾好像没有感觉说是这一项技能是从大陆那个表演者的身上流传过来，不是，他们是从日本，因为日本已经就是说流行到学校里面，基本上所有的学校都会推广这个独轮车，因为这个独轮车对小朋友的这个益处太多了。那只手打直了，对，这样你才会稳啊，对不对？哇，嘉勋超棒的哈！在以前的教学方式，其实我爸爸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啊，都就是棍棒底下出孝子，对不对？可是我爸爸人的脾性都要看自己的脾性了，不是说你脾气坏你就能带出好学生，不一定的。爸爸有一句话就是，先教学之前一定要先教人。哎，你把这个人教好了，你再教他技术，你知道吗？我们再来一次，走。哦，穿了新鞋子就是不一样哈！哦，今天好厉害，头抬起来，把手打开，那只手打平了。对，因为作为一个妈妈啊，你爱自己的孩子，别人的小朋友，你也要同样的心态去爱护他们，然后要教他们怎么去学这项技能，也要让他们自己学会怎样保护自己。你的头不要低，一定要抬起来，头要抬平，然后眼睛看前方的地面就好了。你不要整个头低的这样子，很难看，而且不但难看，你还不稳，知道吗？对啊，扶着这里骑过去，拿过去。他那个障碍赛呀，他就练了大概，妈妈带着他冲刺了1-2个星期，然后就比赛啊，他就要去那个民俗体育。竞速的障碍赛，就是它会有摆很多的三角锥，然后如果你碰到三角锥2次，要不然就是跌倒，就只有2次机会。如果2次机会没的话，就是弃权。我最感动的地方就是看到他们学习独轮车，他们变得健康，变得专注力比较强了。自信心都有了，所以教练看着他们骑乘起来非常高兴，非常开心啊，是我最快乐的地方啦。你有系2个揪揪啊？他系2个揪揪嘞。你在等当的在前面，你看不是都有啊？好，我成立这个舞蹈团也是因为看到别人有这个舞蹈团呐，我说哎，我这么有那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也不成立一个舞蹈团呢？所以原因就是我看到别人了以后，我也干脆自己成立一个，就召集我们这些姐妹喜欢跳舞的姐妹，我们就成立了这么一个舞蹈团。全部是新住民姐妹，有来自什么广东的啦，河南的啦，像我是贵州的啦，还有越南的美眉啦，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我们的服饰基本上都是苗族的，因为苗族的东西来到台湾比较稀奇啊。如果你穿个那个叫什么，他们什么阿美族啦这种族啊，你在这已经不稀奇了。我就把我们贵州苗族的衣服搬到这边来，就很稀奇，你知道吗？就说舞跳的稍微差一点，但是我们一个一个出来以后啊，穿上这个服装就很漂亮，跳出来。先打球，由红队先打。攻击。白3出关红2，解救白1。这个状况如果他打中了。哦，有，我打回来吗？
这个叫高智尔球，它来自于美国的一个宫廷的一个游戏吧。然后现在呢，就是推广到我们台湾，很多人都参加到这项运动里面来了，很有益健康的球类。阿公阿嬷也可以来玩，为什么？因为它不用你用力的跑动，但是它也可以全身运动到，对，还要用智慧，所以它手脚头脑身体全部都可以用到这项运动，对，很有益健康的。红球要打中白球，白球要打中红球，这就打中了，对，他们就要插一个黄色的旗子，那个球就定住了，就不可以再跑动了。没事。红队布局2次取消。他们在研究战术，要等一下怎么打了。为什么说有智慧啦？下一步棋要怎么去打，要布局。他应该地滚，你这个你越高它越容易从上面跳过去。没事，来出界。有了。大概6、7年前开始在台湾推广这个高智尔球。那一开始我们是不分年龄、不分男女，也不分族群。高屏呢，他是一个新住民，但是他在台湾已经很融入我们的这个社区里面那我们很高兴他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这个队伍大家一起来和谐来玩这项运动真的可以认识很多的人。这位是我们的张主任，他是那个卡里国小主任。我在很早以前我们就一起打过球。那在前段时间呢，他还帮我介绍到瑞成国小，去那里当教练教独轮车。所以说多个朋友就多一条路，所以你不管是参加任何的运动还有参加任何的，就是说什么协会组织你都可以认识方方面面的朋友。他姓高，就是高手。我们曾经举办过1人气球赛高屏这是我们的1人气球赛的冠军。还有经常一些比赛我们都在一起，所以很开心其实。高智尔球的宗旨就是智慧、健康、快乐、有爱，所以刚刚讲的快不快乐，就是快乐有爱，在有爱当中可以交很多朋友。打球非常快乐，出界就危险，还好没有错过。中！耶！好，立正，敬礼，礼毕。握手。谢谢，开心就好。两边都打得非常棒，平手。我们现在去乌日国小接我的几个朋友，而且几个小朋友，因为今天那个路旗我一共邀了大约5个学校的小朋友吧，都是我的学生今天去路旗，他们都很高兴顺便帮他们拿独轮车，因为车在学校。找你的车，你的车是哪个？他还有一台是哪一台？这台。对，这台是他的。好。我们2个已经到了来，过来。我的车没有气没有气没关系，我有气筒。来，走。走了。跟我坐车，走来。这几个他们是那个瑞成国小的，他们都已经毕业了啦。这个太小了，这个只有4岁超可爱。他这样，爸爸拿的是他的小车子，16寸的，所以他应该还是要周期再长一点，他才学会的。他们父女2个一起学独轮车。今天爸爸同学对，爸爸还没有学会，因为没学几次，还没有学会，自己还不会骑。那所以今天呢，我只是说带小妹妹过来让她来一起骑。虽然她不会骑，可是
就说我们在到那个上面的时候，让他扶着那个杆子，让他起步，我可以拉着他一起过去。因为它很好动，所以它那个电源很多。独轮车很适合的。对，因为其实独轮车的话，你看它这个是除了前后还有左右的平衡啊，所以它本身它脚踏车2轮的它就会骑，所以以同龄来讲，它是比较早就学这个。记住了哈，怎么上车？记住哈，脚踩好啊，把那只手抬起来，抬起来，好。因为小朋友如果这个年纪哈，他比较好动的话，就是例如说你跟他讲什么事情的话，就有时候他就会很多注意力会偏掉。所以有时候我发现就是他这边他在练习的时候，他就很专注在使用这个独轮车，这样所以他就开始就是比较 focus 这样子。好，快一点，好，很漂亮，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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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小优里跟教练一样，4岁开始骑，教练也是4岁就开始骑了。走，出发。所以你带着他想到自己4岁的时候。对，就想到自己4岁的时候，但是我那个车哪有他这个小车漂亮啊？好，加油，骑起来，速度快一点。对对对，现在这个很好骑，这个路。那只手打个招呼，嗨，嗨。哦，很棒哈，很快就会骑了。加油，加油，加油！我教独轮车有一个最大的梦想，就是带着我的小朋友们环岛，看看这个美丽的台湾宝岛。这个注意事项是什么？就是骑得快的我们在前面，稍微慢一点的我们骑在后面。那我们速度保持一个速度，不要太快哦。走啦，出发啦！我没有后悔来台湾。我来到台湾以后，我真的蛮喜欢这里啊。我在这里啊，毕竟就是生活了这些年啊，这些一切的都已经在这里都已经习惯了。嗨，我们来啦！我在这边过得也蛮好的，每天都很开心快乐。有班上有课上，我的这个独轮车得到延续。来到这里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以前是做表演的，我的这个专业哈，来到这里还可以延续下去是我最开心的地方。我是高平。我在台湾除了推广独轮车运动之外，我还要照顾家庭，照顾先生，照顾女儿。虽然很平凡，可是我很满足。要快，如果慢的，因为我教你的时候它就慢啊，所以你要快一点。对对，来，甩一甩。错了，往这。对，你看挂到了吧？是不是要这样直直的这样踩过去？直直的踩好。对呀，这样就不会卡住了嘛。会骑的就是被别人羡慕，就会觉得自己很厉害，成就感满满。美颜哦。美颜。